继续来看新竹嘉义有一个受刑人是犯强盗性侵罪，4月因为破病保外就医，5月状况有较好，通知伊到新竹地检署报到，回嘉义继续来服刑。想袂到伊竟然趁着公文往回浪旁来逃亡。更加喊告的是，这新竹嘉义明明知影人走去，却无通报到警政机关，检察官接到通报，嘛无拘提，也则是通缉，互伊有机会搁去犯案，伤害2个女性。当日的车库隔音的效果真好，一直等到超过退房的时间也未退房，网务警官就要查看案情才来避坑。女生的朋友一直都会没有等到他，然后赶快就是请我们协助。我们报警之后，我们就赶快上楼查看，他就是一丝不挂嘛，他被捆绑，才会被抢走。被害人洪抢钱，搁洪性侵，警方调查，洪判刑超过19档的嫌犯。照理讲，这卖应该搁伫新竹感觉服刑，进一步查证，才知影伊趁机会逃走。受刑人因为腰背两骨病变，去年11月核准保外就医，今年5月确认伊的病情有较好。新竹感觉发函通知伊6月初3到地检署报到，缓监执行，但到规定时间却等无伊的人，一直到月底。连续2天，地桃园2间汽车旅馆拢发生强盗性侵案，受刑人逃走的案件才来触破。新竹感觉洪质疑无及时通报。我们依规定函请地检署，他们依照权责办理传唤、拘提或通缉。6月21号、22号，那个时候他已经不是我们的保外受刑人身份了。本件对他这种行为我们也表达非常的遗憾。虽然监所规定，保外就医的期间，受刑人应该主动和监察保持联络，未当失联。监察也会定期访视，要求提供医疗报告甲诊断书。也毋过这段时间，检方无作为，警方也不提前。监所回撤的公司负起社会动机，未来将会强化和辖区警方的联络甲合作，做更加严密的监管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